喂，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赞美主耶稣。OK，好，可以，喂，哈利路亚。不紧哦，我对。
让我们能够安静自己的心来到主的面前，在我们崇拜之前，预备好我们自己。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为我们今天早上预备这么美好的时刻，让我们无论是在现场或在线上，我们都有弟兄姐妹跟我们一起来敬拜上帝。愿你恩待我们今天早上的崇拜，从头到末了，成为馨香的祭献在主的面前，也让所有的器械、所有的设备装备都为主所使用。我们的恩赐、才干，我们的这个人、全人，还有我们一切的所有的能力，都为主所使用。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祝福今天早上的崇拜，愿你的平安赏赐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弟兄姐妹，我们预备心来参加早上的崇拜。
悦。但在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接下来祷告，弟兄姐妹们静下心来，我们做一个预备祷告。天父上帝，万有的主，我们仰望你，追随你。今天荣光堂的弟兄姐妹们能在这里服侍，是多么的有恩典！我们存着感谢赞美的心，求主继续保守我们的平安，看顾我们周遭的环境，在主怀里有平安，有喜乐，有盼望，享受主恩的美味。今天所听的讲道，所领受神的话语，都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祷告，奉我主耶稣的圣名祈求，阿们。接下来诗歌敬拜，快乐颂。青翠草原及海洋，情歌小鸟轻触流泉，万人百足同欢唱。主好给予，主洗赦罪，永远祝福是恩惠。主是生命喜乐源头，使人安息最佳美。神是父亲，基督是兄，爱中生活皆主名。求叫我们相爱相亲，同享属神大欢喜。诚心殷勤，伟大歌声，奉劝万民都响应。天父慈爱统治我们，弟兄友爱喜人群，一同前进，歌唱不停，奋斗之中见中勇，凯歌高唱，欢声震天，迎接光明作新民。接下来弟兄姐妹请起立，我们一同以使徒信心来宣告我们的信仰。
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下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的复活，我信永生。阿们。弟兄姐妹，请坐。弟兄姐妹，请坐。接下来，起印文。今天的起印文在诗篇第8章1到8节。诗篇第8章1到8节，由我来起，弟兄姐妹来印。诗篇8章1到8节。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我观看你所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来第6到第8节，我们一起。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经行海道的，都伏在他的脚下。接下来公祷，请弟兄姐妹参阅周报第3页。亲爱的上帝，我们荣光堂的弟兄姐妹们，在此有几个愿望来向你祷告，求主垂听怜悯。我们为东南亚国家东帝汶祷告，愿基督的信仰进入他们的生活文化之中，国家百姓能更认识基督的信仰。也为台湾卫理公会北一教区教会来祷告，林口布道所曾以乐牧师为教会贡献充足，教会在当地更加得人，传道同工身心健康来祷告，为台湾行政首长及各级官员祷告，求上帝赐予聪明智慧给执政掌权者，赐福台湾人民。也为台湾儿童以及青少年能够受到完善的知识教育及美好的品格教育的造就来祷告。也为台湾第一线防疫工作的医疗人员、军警人员祷告，愿主赐平安，让他们工作尽都顺利。以上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接下来我们同诵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接下来圣道理经课，今天的经课有2处，第一次在箴言第8章1到4节，以及22到31节。第二处经文在约翰福音第16章12到15节，等一下由我来攻读。第一节经文，箴言
第8章1到4节，以及22到31节。智慧取不呼叫，聪明取不发声。他在道路旁高处的顶上，在十字路口站立，在城门旁，在城门口，在城门洞，大声说：“众人啊，我呼叫你们，我向世人发声。”接下来第22节，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前，就有了我。从亘古，从太初，未有世界前，我已别立，没有深渊，没有大小的泉源，我已出生。大山未曾奠定，小山未有之先，我已出生。耶和华还没有创造大地和田野，并世上的土质，我已出生。他立高天，我在那里；他在深渊的周围画出圆圈，上使穹苍坚硬，下使渊源稳固，为沧海定出界限，使水不越过他的命令，立定大地的根基。那时，我在他那里为公司，日日为他所喜爱，常常在他面前踊跃，踊跃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地，也许也住在世人之间。以上第二经文在约翰福音第16章12到15节。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说出来。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属于我的告诉你们。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属于我的告诉你们。以上是上帝的话语。接下来读经。今天的经文在罗马书第5章1到11节。罗马书5章1到11节，在新约168页。由我来攻读这段经文。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以上帝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立的这恩典之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下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子为罪人死。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即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借着他免去上帝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也借着上帝儿子的死而与上帝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借着我主耶稣基督与上帝和好，也就借着他与上帝为乐。以上是上帝的话语。接下来正道，爱在心里浇灌，我们请蔡伟文蔡牧师。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可以在主日早上跟大家一起做礼拜。虽然有的在现场，有的在线上，但是无论我们在现场或在线上，愿上帝都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无论在任何地方，我们都能够跟上帝有美好的交通，跟弟兄姐妹有美好的团契。虽然我们也许现在看不到对方，
那但是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当我们一起在线上来观看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有一起这样的一个共同的敬拜的时间。让我们虽然没有办法实体的跟大家在一起敬拜，但是我们的心里也是这样同心合意的敬拜上帝。有一首诗歌，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唱过或听过这一首歌？它其实歌词很简单，它的歌词就是“神真美好”然后他对我真好，就只有这2句话说神真美好，他对我真好。好，这个首歌是这样唱的。神真美好，神真美好，神真美好，他对我真好。神真美好，神真美好，神真美好，他对我真好。当我们唱这首歌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神真的对我们很好。很多时候我们常常看不到别人的好，因为我们没有去注意到别人的好。所以当我们能够去唱这个好的时候，去唱赞美的歌的时候，去看到别人好的地方，看到上帝美好的地方的时候，我们就会有那样的感受，看到真的是好，把我们的眼目从那个不好能够转到好的地方。所以我常常提醒弟兄姐妹说，为什么我们不会去赞美别人，或者是赞美我们的孩子，特别华人不太会去赞美别人，因为我们不太会去赞美上帝。所以当我们会赞美上帝的时候，我们就会去赞美人。当我们会赞美人的时候，我们同时也会赞美上帝，因为这是上帝所创造的一切都是美好的。圣经里面创世纪里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上帝所造的一切万物，他看着都是好的。所以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用上帝的好来看这一切的事情。好不好？我们再来唱这首诗歌，让这首诗歌虽然它是一首短歌，但是让我们常常记得神的好，记得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他把美好要赏赐给我们。我们来唱这首诗歌，神真美好。神真美好，神真美好，神真美好，他对我真好。神真美好，神真美好，神真美好，他对我真好。英文也可以哦。God is so good, God is so good, God is so good, is so good to me。神真美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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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对我真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对我们真好，你把你的爱赏赐给我们，谢谢你对我们真好，你让一切的万有都为我们而造。谢谢你，你对我们真好，让我们能够管理你所造的一切。谢谢主这样的恩待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神所造的一切美好。虽然有的人会说现在这个时代不一定好，或者是现在这个状况不一定好，但是这是我们人自己这样的一个判断。所以当我们能够回到神的创造里面，回到神的美好的里面的时候，上帝原本的设计里面，他看一切都是好的。愿上帝带领我们，让我们用上帝的眼光来看世界，不是用我们自己的判断来看世界。愿上帝来带领我们。开始前一样跟大家来分享一个笑话跟故事，只是一个笑话不是一个真实的事情，希望不要介意。有一个这个做砖的这个砖头的一个工厂的厂长，那跟一个做饼干的这个厂长，他们后来在路上相遇见面了。然后这个做砖头的这个厂长，他就来跟这个做饼干的这个厂长请益，他说：听说你们做的饼干
比我们家的砖头还要硬。那不晓得你们是怎么做的？那我想要了解一下你们是怎么去做这个饼干可以做的比我们的更硬哈。结果这个饼干厂的这个厂长说，我本来也是要跟你请教，听说你们家做的砖头比我们家的饼干还要酥啊，听得懂那个意思吗？哈，就是那个饼应该是砖头要做的是很硬的，然后饼干应该要做的是很酥的，结果是对方是不一样的，就变成是这个做砖头的人，他们做的砖头是比较酥的，然后做这个饼干的，他们反而做的跟砖头一样硬。所以有时候我们的优点跟别人的缺点刚好是相反的，有时候我们可能别人可能优点的地方刚好是我们的缺点，那可能我们优点的地方刚好也是别人缺乏的地方。所以教会里面彼此造就，彼此这样的一个帮助是好的。教会里面最美的地方就是彼此，所以不是只有自己顾着好，不是只有自己好就好，而是能够彼此跟互相。所以彼此跟互相造就了教会成为美好，让我们不是只有顾自己好，而是能够让大家都跟我们一起能够好。所以约翰卫斯理曾经这样说，基督信仰并不是一个只顾自己好的一个宗教信仰，而是应该是社会的圣洁。所谓的社会的圣洁，意思就是不是只有自己扫自己的门前雪，而是要能够顾到他人的瓦上霜。所以不是只有自己好就好，而是要能够顾虑到别人的需要。所以基督信仰不是叫做个人的圣洁，而是成为社会的圣洁，是整个社会、整个社团，因为我们在这里而成为圣洁。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基督徒无论在我们的社区、在家里面、在我们的公司、工厂，或是在我们所在的地方，都能够将圣洁带到那个地方来。愿上帝祝福我们。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愿上帝的话成为我们的帮助和力量，让我们从上帝的话里面来得帮助。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我们一起念这段祷文，一起念，请。这是我的圣经，他说我是谁，我就是谁；他说我拥有就拥有，他说我可以就可以。今天神的话要来教导我，我诚心悔改，我心里警醒，我灵谦卑受教，我就不再一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最近我看到有一个图让我觉得相当的有感受，因为我们现在的人都希望找快乐，但是找快乐的方法有很多不同方式，有的人是靠药物，有的人是靠一些的运动或是什么样的方式。那这个作者他把快乐人群有6个习惯来给我们做一些的分享。那这也是我们可以从这当中学习的美好的功课。第一个，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快乐的人他有什么样的习惯。第一个，他说不炫耀，不是拿自己来夸耀，或者常常夸耀自己会什么会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常常看到有一些人很讨厌，就是他们常常会夸耀自己我跟某某谁哪个高官有认识，或是我家里开什么样的车，或是我是什么样的工作职位的人。当我们炫耀的时候，同时也是贬低别人的时候，所以让别人不快乐，虽然自己快乐，可是让别人不快乐，这并不是一个让人快乐的事情。所以不炫耀，这是一个快乐的人，他可以让人快乐，自己也会快乐的。所以快乐的人群会有这几个习惯。第一个叫不炫耀，第二个叫做少说话。有时候我们说的话太多，可能会让别人受到刺激，或是让别人，或是说不合宜的话，会让别人会受到伤害。所以少说话，能够常常听，这样会比较让人可以能够跟我们有比较好的交通。所以现代的人常常是说很多，但是听的很少。所以让我们学习成为一个少说话多听的人，是让人可以快乐的方式。第三个就是要多笑。基督徒一个很美好的特征就是让人感受是喜乐的，是一个快乐的人。所以让我们常常多有一些的笑容给人看见。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是我们的这个嘴巴是向下的，或者是我们的眼垂是向下的，我们并没有那种让人感觉喜乐的，甚至让人觉得严肃。基督徒不应该是让人觉得都是严肃的，而是应该是喜乐的。所以多笑，让人感受我们是一个喜乐的人，快乐的人。所以曾经有一个弟兄他这样说，他说基督徒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是他的笑容比别人多。所以当我们在主里面我们能够有喜乐的时候，自然笑容就多。
甚至有人这样说：幸福的人才会笑，因为通常不幸福的人，通常都是愁眉苦脸的。所以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在神的爱跟幸福的里面。第4个叫做帮助不幸的人。很多人是在困难跟困境的当中，当我们能够把我们所拥有的可以帮助人的时候，对人有益处，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快乐。所以以前曾经有一个叫做青年守则，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有一个这样的东西，里面说助人为快乐之本。当我们能够使人得祝福的时候，那是让我们可以得到快乐的一个方式。第5个也是我们常常会做的，特别基督徒应该每天要这样做，每一天有学习。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就是我们每一天在学习上帝话语的时候，所以每一天学习是一个美好的事情。让我们透过学习，使我们自己不单是知识上能够成长，而且让我们可以从知识里面来获得一些的快乐。特别从圣经里面，让我们在圣经里从上帝的话语里面来遇见上帝。犹太人他们从5岁的时候开始识字的时候，他们就要开始读摩西5经，一直到80岁的时候，每天还是在读圣经，旧约圣经摩西5经。所以有的人问说，犹太人为什么每一天你们都读这些圣经？难道你们不厌吗？你们不会觉得厌烦？从5岁一直到80岁都是这样读这些东西。犹太人他们对圣经的理解跟我们不一样。犹太人他们的理解是，他说圣经好像每一天送上来新鲜的报纸一样，所以你从每一个段落、每一个字句都可以找到美好的东西，都有找到新鲜的东西。所以当我们能够看圣经好像这样一个美好的东西，像一个新鲜的东西一样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看圣经每一天都是新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每一天上帝给我们的话都是新鲜的供应。最后一个也是我们需要去学习的功课，就是要忽略恶意的批评。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因为网络太过发达，因为媒体太过发达，所有的社交软体太过发达，所以我们常常会看到很多恶意的批评。虽然也有好的这样的一个善意的建议，但是有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收到的都是一些恶意的批评。那么我们怎么样去关闭耳朵，不要去听这些的恶意的批评？这也是让我们去快乐的方式。当不去听这些恶意批评的时候，你才会专注到好的地方，才会专注到美的地方。如果我们都专注别人的批评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常常会让自己不快乐。所以忽略那些恶意的批评，不去看那些恶意的批评，但是我们能够去接纳、谦虚的接受人家给我们好的建议。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使人快乐的人，他们会有这6个习惯，让我们也渐渐养成这些的习惯，每一天都让自己活在快乐跟上帝幸福的里面。愿上帝带领我们。我们今天看的圣经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一段，当然圣经每一个部分都是很重要的，圣经每一个段落都是相当丰富的，好让我们可以学习，可以从这里面去看到上帝的美好。特别今天的这段的经文，让我们看到上帝对我们的爱是那么样的大，上帝对我们的爱是那么样的美好。上帝的爱从他透过他的儿子来显现给我们看。所以今天的这段的圣经从罗马书里面，让我们能够认识上帝的爱是什么。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经文里面，这段的圣经是保罗所写的书信。使徒保罗是新约里面一个最多产量、最多文章、最多写、最多书信的一个作者。在圣经里面，就新约圣经里面有将近13封的书信，都是由保罗写的。有一些是要给教会的，有一些是给个人的，有一些是他关在监狱里面的时候给别人勉励的。所以无论他是在什么样的情况当中，他都透过写信的方式，能够去帮助人，去造就人，去安慰人，去劝勉人。所以即使在困境的当中，他也能够帮助到别人；在患难的当中，他也能够鼓励别人，让人得帮助；在好的时候，他也可以使人能够跟他一起分享快乐。所以他的写信有点像我们现在在用这些的社交媒体一样，让许多人可以透过他的一些的理解，对上帝的认识，然后得帮助。当然上帝也透过他所写的来造就跟帮助当时的教会。但是如果我们看这个人，他其实不是天生就是一个基督徒，并不是这样，他也没有实际上跟过耶稣。
但是他是在一个路上，在往大马色的路上的时候，保罗是在往大马色的路上要去抓捕基督徒的时候，他在那里生命得着改变。如果我们看使徒行传里面第9章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保罗在前往大马色要去捉捕基督徒的时候，在路上他就被光来照了，以至于他就在这个当场的地方，他改变了他的生命，他不再像过去那样成为去逼迫别人的人，他反而成为他所逼迫的那个对象的这一群群体一样。所以他从一个逼迫别人的人转成为进入这个群体里面，并且帮助这个群体透过他的圣经知识，他是一个法利赛人，透过他的丰富的圣经知识多来了解耶稣基督。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常常提到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要看到亮光，或者是我们常常提到说要有上帝的光来照我们，其实是在讲保罗的这样的一个经验。保罗在大马色遇见了光，以至于他生命能够得着改变，生命能够得着帮助，以至于他跟过去不一样。所以我们读圣经不是只要读好玩的，读圣经不是只是要增加知识，读圣经是要面对改变的，读圣经是要让上帝的光进入我们的里面，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保罗在路上，在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了光，以至于他生命改变。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每一天让上帝的光能够照在我们的里面，改变我们的生命？还是这个光虽然照，但是我一直没有感受，一直没有感觉，或者我把这个光给遮起来，我没有让这个光来改变我里面的黑暗，改变我里面的生命。所以光照经验是一个很丰富的美好的事情，让保罗从过去逼迫基督徒，反而成为一个帮助基督徒、帮助人认识上帝的这样的人。过去他以伤害别人、逼迫人为乐，但是现在他以帮助人、使人得祝福为乐。这是一个不一样的经历跟感受。上帝帮助我们，很多人想要成为一个好人，但是做不到，因为他没有被上帝的生命来改变，他还是用过去的生命来去做这些的事情，在过去的生命里面去做这些的事情，以至于他发现没有办法做到。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要去行出美善的事情的时候，唯有美善的生命在你的里面，唯有上帝的美善在你的里面，才能够做到这样的一个生命。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罗马教会在什么样的地方。请大家看一下这个地图，在地图上面，在各位的这个左上方的地方有一个像马靴形的这个半岛，这个叫意大利半岛。意大利半岛的上面有一个点，这个就是罗马城，这个就是当时罗马帝国的首都。罗马帝国的首都就在这个意大利半岛的中心的地方，这是当时的罗马人的一个首都，而且是他们的行政跟政治中心。所以对当时来说，罗马帝国的中心就在罗马这个地方。然而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到许多的犹太人，他们从旅居各个地方回到耶路撒冷去。在使徒行传第2章的地方提到，圣灵降临的时候，这些人他们听到使徒们还有这些门徒，他们用各地的乡言乡谈来传讲上帝的大作为。这个我们在上一周的时候有读过这一段的圣经。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人他们听到跟看到上帝的大作为的时候，他们相当的惊讶。这一群基督徒他们有圣灵的充满，然后就开始讲起别国的话，以至于他们听到这些人他们在讲上帝的大作为。通过这件事情的时候，彼得在那里讲到让3000个人信主，这3000人其中也包括从罗马来的这些的犹太人。所以如果我们看圣经里面这些从旅居的犹太人当中，他们回到自己的家乡的时候，听到跟看到这些的神迹奇事，他们又回到自己的家乡，把在耶路撒冷所经历的一切带回到自己的家乡去。最近牧师在收集一些的资料，就是因为今年是台湾的宣教150周年，长老教会进到台湾150周年的时间，所以如果算是基督新教的话，如果不算过去荷兰人时代的这个时候的话，基督新教进到台湾是150年的时间。
那有2位姓马的宣教士，一个在南部叫马雅各，一个在北部叫做马街。那马雅各是比马街还要更早来到台湾的。那马雅各是一个医师，他并不是牧师，所以马雅各医师他在来到台湾做宣教工作的时候，他是用医疗来做宣教。那当他去做医疗宣教的时候，并不是很顺利的。所以各位知道，在这个台南有一条街叫做康熙街，康熙街那边有一个教会叫康熙街教会。其实康熙街有它的一个背景在，康熙街原来的台语的意思叫做破西街。为什么叫破西街？那个意思就是这些的宣教士或是马雅各医师，当他们这些外国人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当地的人因为觉得他们是叫做外国鬼，这是外国人，所以他们是不能够接受这些人的信仰，还有包括他们的这些的医疗的这些的状况，所以他们就拿粪便泼在这些的这些宣教士的身上，所以那一条街叫做破西街，意思就是那条街就是泼大便的地方。然而这些的宣教士并没有因为这些的逼迫，然后他们就灰心失望。后来马雅各医师他就到其后的地方，就是到高雄的旗津那边有一个其后的地方，设立了其后的教会，而且也在那里盖了医院。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有一个从离港来的一个弟兄叫做黄生和，这个人他到这个其后这个地方来接受这个马雅各医师的治疗，然后治疗后就回到了他的家乡，回到了这个离港，然后去建立了离港的教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有很多人他们从远的地方，从他们的家乡来到这个其后这个地方接受了治疗之后，又回到自己的家乡，把福音带回到自己的家乡里面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会发现在过去在使徒行传的时候，在过去在使徒时代的时候，他们也有这样的状况。当他们从耶路撒冷回到自己的家乡的时候，他们就把信仰带回到自己的家乡去。所以罗马教会并不是保罗去建立的教会。很多人误会以为保罗建立很多的教会，包括罗马教会也是保罗建立的，其实不是。保罗并没有去建立罗马的教会，但是罗马的教会是这一群基督徒他们回到自己的家乡的时候，在那里开拓跟开始建立了教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以为说好像刚开始去开拓教会建立教会好像都是很快的，好像我们都会觉得是有圣灵的帮助，所以很快都建立。其实很多人忽略在那个时代里面常常会碰到的事情，就是你的信仰会跟你的文化跟你所在的地方有很多东西是冲突的，是不相合的。很多人回到自己家乡的时候，把信仰带回家乡的时候，在开始的时候都会碰到有一些的冲突。所以包括刚刚提到这些的我们在台湾的宣教状况也是这样。很多人他们把信仰带回到自己家乡的时候，会造成很多的冲突，因为当时的人不能够接受基督信仰，所以特别甚至认为是外国人的信仰，这些人是用船坚炮利进来的，所以对外国人是有怨恨或是有这些的恨意的。然而这些的基督徒，这些的宣教士，他们没有因为别人对他们的怀恨，而以至于也用恨意或是用不好的方式来对待这些人，他们仍然用善意的方式来对待这些的当地的人民。所以我们来看到今天的经文里面给我们有一些的提醒。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在圣经里面第1节第2节的地方，保罗提醒在罗马的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你应该怎么样来面对当你的信仰跟当地有冲突，跟你的环境有冲突的时候，应该要怎么做。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经文里面第1节跟第2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第1节跟第2节，一起念来。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上帝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占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的盼望上帝的荣耀。亲爱的弟兄姐妹，当这些罗马人他们回到自己的家乡，在那里建立教会的时候，他们知道他们已经跟上帝建立了美好的关系，他们跟上帝有和好的关系，透过耶稣基督，
因此因为信的缘故，他们就称为义了。所以他们可以站在现在所在的恩典当中，并且盼望上帝的荣耀。虽然在当时的时候，也许有很多的文化跟基督信仰是冲突的。罗马人他们崇拜的不单是希腊的神明，他们最崇拜的是他们自己的皇帝。所以罗马皇帝等于像是地上的神明一样。但是基督徒他们不再拜罗马皇帝了，基督徒不再去拜他们的这个罗马的君王的时候，跟他们当时的文化是有冲突的。然而在碰到这些逼迫的时候，他们可以怎么做？我们来看一下，在罗马书5章3到4节的时候，当遇到患难逼迫的时候，能够怎么做？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5章3到4节，我们请念来。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弟兄姐妹，保罗为什么会特别写上这个？因为在罗马的教会里面，他们碰到这样的一个逼迫，在患难的时候也是要欢欢喜喜的，因为他们在那个地方把信仰带回去的时候，跟当地的罗马文化是冲突的。所以当他们遇到逼迫患难的时候，应该怎么做？保罗说，因为知道患难能够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来生盼望。当你遇到患难的时候，千万不要担心跟害怕，有很多东西是要透过这些的患难的时候才会学到的功课。从患难当中生出忍耐，忍耐当中生出老练，老练的当中也生出了盼望。所谓的老练的意思就是能够去在那里适应，能够在那里透过虽然是环境的这样的磨练，也能够在那里能够适应那样的一个情况。我们来看 C.S. Lewis， 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上帝会让我们跌到人生的谷底，是因为这个教训在别的地方是学不到的。所以很多时候上帝会让我们在某一些的位置，某一些的状况，某一些的工作场景，或是某一些的方面，会受到一些的挫折，会受到一些的排挤，或是受到一些的攻击，或甚至受到一些不顺利。这一些都是让我们在人生的谷底，而这些谷底的地方有许多的功课是在别的地方所学不到的。我跟师母在12年前，我们去到嘉东，在东港的地方去开拓。过去我们去服事的时候，我们去教会去开拓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有点像以前的宣教士们的想法。早期的宣教士们，他们的想法也是这样。我们是从一个比较文化方面或是各方面资源比较好的地方来帮助这个比较弱的，或是帮助这些比较不开化或是比较文化比较低微的地方，所以我们是站在高的姿态去帮助人的。然而当我们去到嘉东，去到东港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件事情是，我们没有办法再像过去那样，好像我们可以有很多的能力去帮助别人，我们好像有很多的资源去帮助别人，好像我们有很多的财力去帮助别人，其实一点也没有。我们在嘉东，在东港的时候，我们发现其实我们在那里学了一个美好的功课，是以前我们以为我们是伸手帮助人的，到在那边的时候，我们反而学了一个，我们需要伸手去跟人乞讨，伸手去跟人求助，伸手去谦卑的跟别人能够合作。以前我们是以自己为主体，以前我们自己以为我们自己能够做些什么，但是当我们去到那些地方的时候，我们开始学习，我们应该跟当地的人，或是跟当地的团体，跟当地的一些的社团，要一起有美好的配搭。以前我们是认为高高在上的，我们好像是来帮助人的，其实我们去是学习跟别人合作，一起去完成某一些事情。这些东西是只有在那样的场景里面才可以学到的。所以上帝有时候让我们跌到人生的谷底，是因为这些教训在别的地方是学不到的。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有时候谦卑的功课必须要学在一些方面里面去学习，包括你要一无所有的时候，才能够学习谦卑的功课。所以我们来看到，当我们需要去这样的经历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让我们可以坚持跟持续不断这样的信心。我们来看一下第5节，
今天经文里面第5节的地方，我们一起念一下第5节，一起念来。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亲爱的弟兄姐妹，唯有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我们才能够不致羞耻。当我们在面对这些的过去我们可能以为羞耻的事情的时候，如何不以为羞耻？唯有将上帝的爱常放在我们的心里，知道我们是蒙爱的。上帝透过某一些事情发生，或是透过某一些事情让我们去遇见，以至于我们能够学习这些新的功课，这些是不让我们羞耻的。表面上看起来是羞耻的，然而实质上是让我们能够透过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我们看这一切不是羞耻的。我听过有人这样说，问于人一时之耻，不问于人终身之耻。意思就是当你去问别人的时候，很多事情你也许不知道，但是当你去问别人的时候，好像感觉上你是羞耻的。可是当你获得或是得到这个知识，或是得到这样的一个收获的时候，你就已经拥有了，你就不再去面对羞耻了，你就不会再羞耻了。但是当你不会问人的时候，不愿意去跟人请教请益，不愿意谦卑的去请益别人的时候，那么将终生的没有办法从那个羞耻当中离开。所以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学习在盼望当中不至于羞耻，因为圣灵将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以至于让我们不会觉得去在这样的一个委屈的状况、患难的状况的时候，我们觉得羞耻或羞愧，因为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所以曾经有一些的社工，曾经我带过一些的社工，他们在社工的会议的里面，他们在那里呼口号说我们要把这个爱传出去我们要能够这个热情热心。后来我在当场当中，我就问了他们这些社工，我说在我们的心里面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能够持续不断的来付出爱，没有办法有人能够一直持续不断的付出爱，因为如果我们里面没有上帝的爱浇灌在里面的时候，所以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圣灵将上帝源源不绝的爱倒进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12章7节的地方，我们来看圣灵在人的身上做些什么样的事情。哥林多前书12章7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哥林多前书12章7节，一起念来。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要叫人得益处。所以圣灵显在人的身上，要叫人得益处，让人透过圣灵可以持续不断的坚持，能够来做这些的对的事情或是好的事情。如果不是圣灵的帮助，让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没有办法来做些什么。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在圣经里面怎么样来告诉我们上帝的爱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在第8节的地方，今天经文第8节的地方，我们来念一下第8节，我们一起念第8节，一起念来。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上帝的爱向我们显明，不是因为我们今天做了好人，今天我们做了一个义人，所以上帝才要来帮助我们。所以罗马书里面这段圣经说，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你要为好人死，会对的人死，可能会有人愿意这样做，但是没有人会为了罪人来死。但是唯有基督，上帝透过耶稣基督让我们看到，透过耶稣基督为我们死，然而他把这样的爱显给我们，透过耶稣基督为我们死，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这个牧师这样说，上帝并没有亏欠我们什么，但是他却把所有的都给了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没有亏欠我们，我们亏欠了上帝，但是上帝反而把他所有的给了我们，这是上帝极大的爱。所以不是我们能够有好的表现，不是因为我们今天做好了什么或做对了什么，而是上帝无条件的把他一切所有都给了我们。所以我们来看，以基督的眼光来看事情，以基督的心肠来体恤人，以基督的灵祷告祈求。活着是基督，活着就为了基督。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你信了耶稣之后，你将会用神的眼光来看所有的事情，你会用上帝的眼光来看所有的一切，你会用上帝的眼光来看待他所造的一切。也许可能人认为的不好，但是在上帝的眼中来看，一切都是好的。在创世纪里面，上帝说他所造的一切都看着是好的。所以当我们用上帝的眼光来看人的时候，当我们用上帝的心肠来体恤人的时候，当我们用上帝的灵来祷告的时候，那么我们就是活着在基督的里面。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活在基督里，能够用上帝的眼光来看待人事物，看待我们身边所有的环境。所以第9节我们看到耶稣基督，透过耶稣基督让我们能够与上帝来和好。第9节我们来看一下第9节，一起念来。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上帝的愤怒。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原本是应该被上帝的愤怒之火所烧着的，我们原本应该是跟上帝为敌的，但是透过耶稣基督使我们与上帝和好了，透过耶稣的宝血使我们与上帝和好，透过他献上自己在十字架上流血，我们与上帝和好。也因为我们与上帝和好，所以我们也跟自己和好，也跟我们身边的人和好，也跟我们的环境和好。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对了，我们才会跟自己的关系对了，跟自己的关系对了，才会跟别人的关系，跟周边的关系是对的，才会跟环境的关系是对的。所以我们常常会觉得，为什么我们跟环境的关系不对？为什么我们跟人的关系不对？甚至我们跟自己的关系不对？因为我们没有跟上帝对准那个关系。如果今天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是好的，那么我们从上帝的眼光来看，所有的关系都会恢复成为好的。透过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一切，让我们恢复与上帝和好的关系。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卡森这个牧师他讲的，他说得救的确据在哪里？不是因为我们信心的大小，不是谁的信心大或小才有信心的确据，也不是因为我们拥有什么样的财物，而是因为我们所有的信心的对象是根基在圣羔羊的宝血里。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透过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流的血，使我们能够有得救的确据，让我们连结于上帝，可以跟上帝恢复和好的关系，是透过耶稣基督。信心是帮助我们连结于基督的宝血，连结于神的作为的里面，好让我们能够跟上帝的这样的和好，能够透过耶稣基督，以至于我们能够跟上帝和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上帝带领我们，让我们看到，当我们与上帝和好的时候，而且有一件事情要发生，除了跟上帝和好，我们有方法可以解决我们在这地上的一切的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在第10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第10节，一起念来。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借着上帝的儿子的死得与上帝和好，既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所以当我们与上帝和好，透过耶稣基督与上帝和好的时候，我们更要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以至于我们能够有得救的方法，我们能够有救了，有方法可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知道怎么样持续的在这样的一个与上帝和好的状态里。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想要与上帝和好，但是不知道怎么样持续这样的关系。这里告诉我们，因为透过他的生，透过耶稣基督的复活，使我们能够有方法。这个方法是什么？我们等一下会看到。所以福音不是告诉我们要做什么，而是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为我们做了什么。不是我们去得到上帝的喜欢，而是上帝喜欢他的儿子所做的，透过他儿子让我们可以恢复与他的关系。所以福音不是要叫我们做什么，而是要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什么。所以这个得救，我们现在就要看到那个得救要让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情况。11节，我们来念一下11节，一起念来。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上帝和好，也就借着他以上帝为乐。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刚刚一直提到
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与上帝和好，并且透过他的生，使我们与上帝，使我们能够有得救的这样的一个确定跟确据。那个得救是什么？就是在后面的地方，他说，也就借着他以上帝为乐。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单与上帝和好，而且我们就会以上帝为乐，那个就是得救的方法。我们就以上帝为乐，不再是以我们的财产为乐，不再以金钱为乐，不再以财富为乐，不再以我自己拥有什么为乐，而是以上帝为乐。那就是我们能够持续跟上帝有这样和好的关系、美好的关系的这样的一个确定跟得救的方法。所以上帝让我们有这样的方法，使我们持续的跟上帝有和好美好的关系，是让我们以上帝为乐。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得救的方法就是让我们常以上帝为乐，常常把上帝看成我生命当中最宝贵的，这个就是我们得救之后的表现。所以让我们能够在得救的当中，常常以上帝为乐，不再以过去的方式或是方法或是财富或者是土地田产或是拥有的什么样的东西为乐，而是我们单单以上帝为乐。所以基督徒最大的快乐，不是因为我们拥有什么样的财富，而是我们能够每天透过上帝的话接触到上帝自己。所以不再是以别的东西为乐，而是单单以上帝为乐。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持续的在与上帝的和好的关系当中，以上帝为乐，每一天能够持续的在上帝的里面以上帝为乐。所以当我们以上帝为乐的时候，以神为乐，他必应允我们一切所祈求的。当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有这样的美好的时候，我们一切所寻求的，我们所祈求的，上帝都要应允跟接纳我们所祈求的。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当我们与上帝有这样的一个和好的关系，有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关系的时候，凡我们一切所希望的，上帝都必应允我们，都必垂听我们的祷告。所以圣经里面在诗篇66篇里面提到说，我心若注重罪孽，主必不听。所以当我们祷告为什么会有阻碍？因为我们没有跟上帝有美好的交通。但是当我们跟上帝有美好的交通的时候，我们将会得着这样的一个喜乐，因为我们所祈求的就通了。我们跟上帝的路是通的，跟上帝的关系是好的，以至于我们就通了。当我们能够在上帝的关系好的当中，我们也以自己与自己和好，跟我们的周边的人和好，并且也跟环境也都能够和好。所以以神为乐，持续在与神的和好的关系的当中。所以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给我们几个提醒。第一个，上帝的爱使我们坚定不摇动，或是不动摇。当环境在动摇、在改变的时候，当环境在患难跟困难的时候，唯有依靠上帝，使我们能够坚定不动摇。所以只要相信上帝，你会看到一切都是上帝最好的安排。也许我们看起来不是，但是在上帝的眼中，他都有最好的安排的时刻。所以史密斯这个牧师这样讲：保持镇定，约束那扰乱我的灵的，使之安静，并把我的急难交给神，仰望等候他，就得安息。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把我们的患难交在神的手中，并且仰望等候他，来得着这样的安息。当我们能够不再自己去这样，我们来看到戴德生这样说的，他说：坦诚信靠主的人，上帝就在他里面，也在他生命里成就所有的事情。人信靠上帝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全然信靠上帝，以上帝为乐的人，上帝就要把这样的一个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把这样的事情成就在我们的事上，成就在我们的心里面。即使当患难来的时候，我们仍然坚定不动摇。各位如果看戴德生的这样的一个日记，或者是他的传记的时候，戴德生牧师当他在中国大陆做宣教工作的时候，他并没有靠任何的差会，他全然的凭信心在中国大陆做这样的服事跟侍奉，但是上帝都及时的供应在他的需要上。所以我们也相信上帝在各样的事上他会做奇妙的事，凭着信心我们相信他会把一切的事情都成就在我们的当中。第二个，我们要看到上帝的爱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得改变。
保罗在他的经历里面，他得到改变，被光照得改变，以至于他所说所行的就全然按着神的话，全然按着耶稣基督所行的样式来行。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的第2章的里面就提到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的里面活。所以当他在服事的当中，他能够得到改变。所以我们身边的人想要认识上帝，并不是因为我们热心在教会里面服事跟侍奉，不是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服事我们参与，不是，而是因为这些人他们渴望看到改变我们生命的那样的力量，也能够进到他们的里面。所以他们要看到的是基督在我们生命里的转变，让他们也渴望拥有这样的生命的改变。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有没有让人渴慕跟羡慕，希望要看到像我们一样的改变？我们过去也许是伤害别人的，我们过去也许是出口成脏的，我们过去也许是让人感受不好的，但是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的生命改变了，别人也渴慕跟希望要能够学习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改变。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带领人信主，不是因为我们热心的服事，而是人看见我们生命的改变跟不一样。所以最好的朋友不是只是把人带到教会里，很多时候我们只是把人带到教会里面来，我们就说这样已经完工了。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好的朋友，好的基督徒朋友，是要把人带到基督的面前。所以不是只是要把人带到教会里，而是要把人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要把人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让人能够来认识耶稣基督。第三个，我们看到上帝的爱使我们能够为耶稣而活。所以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而是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活。我们跟保罗所信的是一样的。保罗他过去是为自己而活，为自己的名声，为自己的这个知识或是信仰而活，但是现在我们是为基督而活，基督成为我们的信仰。上帝的爱使我们能够为耶稣而活，耶稣为我们死，而我们能够为他而活。上帝已经把所有的需要，把他的爱都浇灌在我们的身上，以至于我们领受上帝的爱跟恩典，让我们能够为他而活。所以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了，那么让我们每一件事都为耶稣基督而活，为耶稣基督而活，让我们能够每一件事情都以神为乐，让上帝所喜爱的成为我们的喜爱，让上帝所要的成为我们所要的，让上帝所行的也成为我们要去行的。愿上帝帮助我们，基督为我们死，使我们能够为耶稣基督而活。所以彼得在彼得前书里面这样说，要常常带着盼望。有人问我们盼望的缘由，要常常做好准备，以至于我们常常能够跟人分享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为什么我们要这样行。所以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时常做好准备，带着盼望，让人因为我们来得帮助得益处，为着基督而活。所以最后愿上帝帮助我们，让人从我们的身上看到上帝的爱，透过上帝的爱，让我们能够这样的坚定不动摇。透过上帝的爱，以至于让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帮助，能够成为生命改变的人。透过上帝的爱，以至于我们的生命跟过去不再一样，让我们能够为主而活，以上帝为乐。愿上帝来帮助我们。最后牧师要跟大家做一个最后的一个分享。今年是台湾的宣教150周年，刚提到了长老教会他们从马街跟玛雅各进到台湾来，这样起算150年的时间，信仰已经进到台湾，来改变台湾这个地方。这些宣教士他们过去只带了一纸皮箱，他们就来到台湾，并且能够改变台湾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在中国大陆也有过一个牧师，这个牧师他是卫理公会的宣教士，他去到一个没有人要去的地方，一个没有人要去的族群，这个族群叫做苗族。在中国大陆有一个族群叫做苗族，据说他们是蚩尤的后裔。那这些人他们在苗族这个地方，这个伯格里牧师他带着上帝的恩典跟爱进到这个地方，让那个从来没有文字书写的地方开始有自己的文字，让那些卫生条件各方面不如汉民族的这些人，他们可以生活得到改变。所以在苗族的地方，他们开始盖了第一个医院，
开始盖了第一个学校，他们改变了这些的苗族人的生活跟生命。就像当初马偕跟马雅各他们来到台湾的时候，他们也是将这样的福音带到这个地方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因着爱，我们才能够做这些的事情；因着爱，我们才能够有办法持续不断的来坚定这样的一个行动。若是要靠自己的努力，是做不到的。所以，唯有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所以，愿上帝带领我们，让我们常被上帝的爱浇灌，以至于我们付出爱的时候，不会灰心失望，不会难过，不会遇到患难就退缩，而是让我们能够坚持不断的在神的爱的里面，让人从我们的身上看到上帝的爱。愿上帝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透过我们让人来瞥见上帝的爱。也许我们不完全，也许我们所做的有限，但是愿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所做的事上，透过上帝爱的厚厚的浇灌，以至于我们能够也把这个爱来推向别人，让别人也因着我们能够得帮助。让我们把人带到教会里面来，不单是带到教会，而是要带到你的面前，让人因为认识我们，看到上帝的爱充满，以至于人羡慕这样的生命。谢谢你帮助你的教会成为一个能够有这样宣教动力的教会，使人得祝福的教会，让上帝的爱大大充满浇灌，以至于我们也能够把这个爱给出去。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在你里面蒙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谢谢牧师的传讲。接下来回应奉献，回应诗歌，愿主向我吹气。愿主令我吹气，使我的新生命，使我能爱我主所爱，清楚所有我心。愿主向我吹气，直到我心清洁，使我心意与主合一，遵行主旨不懈。愿主向我吹气，使我全人成圣，使我能够效主榜样，发出常主光荣。愿主向我吹气，使我永远生命，使我永远与主同在，永远与主同行。接下来我们做个奉献祷告。万有的主，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你所赏赐的。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上些许的金钱，作为荣光堂的事工使用，愿主悦纳。上祷告奉我主耶稣的圣名祈求，阿们。要奉献的时候，请将奉献投入奉献箱，或者以汇款的方式汇到教会的户头，或者周间的时候交给办公室。向主献诚歌。但我向主所成，
再来唱诗，我们成为家人，我们唱一遍。接下来教会消息来报告。今天是圣三一主日，我们欢迎实体及线上聚的新朋友，愿上帝祝福大家。那教会依卫福部2级防疫标准，请弟兄姐妹依循教会的防疫规定。那5月份的收支表，还有6月份的执事会议，已经公告给各群组及教会的公布栏，请大家前往关心。那因为疫情的影响，教会在礼拜4的祷告会改为线上举行。那各小组及成人主日学是有线上或维持实体，由各小组来做决定。那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目前实施那个线上讲道、线上聚会。那实施的时间从5月22到6月27号为止。有后续情形再观察是否继续线上或者开放实体聚会。那也请为教会防疫措施来进行祷告。因为线上直播崇拜主体弟兄姐妹，如果一般奉献或者感动特定或者实际奉献，请利用周间的时候交办公室或者以转账的方式。再提醒大家注意一下，转账奉献的时候，请填写姓名。那会计作业的话，这样比较方便。那蔡牧师将在8月份开始预备开新旧约圣经中南课程。那新旧约课程是红本门徒的预备课程，请大家踊跃报名。那教育指示通知圣经大会考将在7月17号来举行，我们欢迎弟兄姐妹报名，并请为本堂教会的事工来祷告。教会成人主日学已接近尾声，请为各课程成人主日学的课程能够顺利来祷告。制服艺人学院因为疫情影响暂时停课，6月份观察后再复课活动，也请为活动顺利来祷告。教会2022年的爱读经计划，请参照原经释义进度来阅读。也为今年升大学及升高中的考生来关心祷告。卫理神学院9月份将新开释经学的课程，由蔡慧秋老师主教，请关心并为本堂延伸神学教育来做祷告。也会本年度教会聚会人数增长至210人来祷告，求上帝得加添加得救的人。以上报告。牧师有没有是要补充的？接下来肢体消息，因为近期疫情严重，请弟兄姐妹们注意身体的安全，也为我们身体不适的弟兄姐妹来祷告，愿上帝医治他们，让他们身心灵都健康。请弟兄姐妹起立，3、1，颂。普天之下，万国万民，齐声赞美父子
们请牧师祝福。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慈悲怜悯的天父，感谢你差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使我们能够与神和好，并且将上帝的爱透过圣灵浇灌在我们的心里。愿你的爱持续不断地进在我们的心里面，好让我们能够透过上帝的爱，能够来靠主而活。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门。颂。弟兄姐妹，请坐。在下电乐。